冲啊，特天个良心本家全部为你鼓掌哎，我这边也不错呢。哦，有，对刚小康老师也是哦，琴都不弹了，跟你。喂，刘真要讲啊，有没有薯条嘛？父母菜了哟。我唔知咧啊，买不薯浆了，拿香来来。老热大擂台，老热冲下来。好了啊，经过上几礼拜啊，那淘汰赛以后，下礼拜要进行的1对1的 PK 赛了。PK 赛不是机会就是命运，好，看你的选择，看你的造化，化，就是我王啊！好，好嘞，接受评审欣赏的。一教授欣赏，齐思飞欣赏，罗格雷欣赏，赵飞欣赏。我来比赛之前来教一下奖金挑战赛了哈。哎呦，唐宫这边的奖金挑战赛是一个亲子档。哎，来了一对母女，母女，哎呀，妈妈漂亮，女儿好可爱哦。哎呀，彭丽贤老，庞品言带着热头发。好嘞，躺了。好可爱哟！来，品言。洪妹妹你好。你好。你好。啊！你们一下子就啊，晓得干嘛？会讲客家话吗？
唔咩同我講。唔係同我講啊。謝謝你啦哈。最好安尼哈，媽媽，你之前有來參加比賽啊？有。嗰樣是喺懷孕的時間係嘛？生懷有身孕的時間。嘿嘿嘿。啊，那怎麼一下就那麼大了？吹氣的嗎？是這個嗎？是這個，是大的。哦，松柏蕾大2年前。誒，聽講佢兩個接接，安尼母子結合去參加比賽啊？哦，真的哦。係嘛？有。其實哈，也跟馬黑因為媽媽比較想紅的概念。所以拖着他的孩子。有嗎？有啦，其實咁嘛好唱，係唔係？有嗎？唱嘛。幾個乜？不是，他問3次的那種語氣有沒有不一樣哦？哦，他講話像鋪陳一樣。所以應該小孩子也是被逼的，對不對？是。好嘞，妹妹好像今天有加分題。你有加分題嗎？有嗎？有沒有？沒有唱山歌。有沒有？我來現呢，我唱山歌呢。你會來現呢？真的啊，當厲害呢。媽媽我要去學啦。啊！我要去學歌，其實聽聽嗌下你見用邊啊嚇厲害啊！哦，他是一定比你厲害的。聲音較鬆。好，來唱一下。可以嗎？來，好不好？來。有寒流是那间呐，冲山流过那，人生流海那是啊。高粱路啊！等一下啊！好可愛哦！对呀，哦，你好厲害，你可以賺兩邊的那個獎學金呢，哈！哦，傳統組也嘛做得來。對啊，流行組你也來啊，傳統組你改天也來，好不好？但是他就只會這3句，目前也 OK 啦。OK 哦，很厲害了，誰按誰字也會唱，真的不得了了吧？加分題。哦，對啊，好，安尼創作用版的世慧老師，世慧老師有沒有辦法拿到獎學金 OK， 立賢、品言 ，Hello，OK， 又見面嘞哈，因為要拜，今邊看到安尼品言哈，有個較台的哈，上擺看到應該係音樂節比賽的時節，好，當幸運佢一定當厲害天命，好天命擊敗，係天命當厲害。恭喜恭喜！哈，今邊表現其實立賢老聲也帶到以後哈，所以。七家主啲譜嘅行當行下，兩啥表演的方式，幫我想到三件事，就是第一個是快樂，第二個是幸福，再來就是健康。好，我吃到你帶安的聲音呢，安的必成長，我吃到真勁以後，好，然後品言又很大方，哈，所以我希望講品言你再繼續長大，再繼續唱歌，我一定會唱客家歌。好，我其他下一班做個過來一片來表演，好冇？好冇？好，安子生。好，安尼今日是母子檔哈，媽媽帶啲妹嚟唱錢啦。哎呀，安尼會同歌嘛？可以用啥安尼？係咪有錢啊？冇啦，啊，3千啊，知道等於冇啊，有錢的。好，下次再來看分數。恭喜啊！恭喜呢！得到獎學金啊！95分呢，這都是你的分數哎。啊，你的加分題90分，對。好了，頒發獎金。好。獎3成元。哦，安尼今日拿到流行歌曲組的安尼獎金哈，過日再帶點你幾類傳統組的，哈。好嗎？我攞件肥大學得。好嘛，改天再來傳統組，好嗎？好嗎？要嗎？想來嗎？想來嗎？他的意思是說，媽媽做主就好了。啊，跟媽媽要帶他來了啊！歡迎你來了啊，安子生，謝謝兩位，謝謝安子生。好來，在畢業當中吵哈，安子生。PK 賽比賽規則，參賽者2殺1組進行 PK， 分數較大也係無達到88分嘅人強勢淘汰，係公平分就由評審先生開飛看萬人贏。
好，看到按电影下嘅按幸福嘅一对母女哈，哎，也马上进行了比赛。残酷的比赛。嘿，先请欣赏来公平一下好，。以来，上的叶嘉修老师，係來到 PK 賽吼，你哋嘅標準哦，這麼強樣嘞。基本講哦，佢嘛個咬絲啦、認準，就二點二嘛吼，限住一點。我哋所看評審嘅標準哦，去看你hand敗嘅發展，有嘛個發展嘅未來嘛，限住一點。你哋參加啲係按照流行歌曲，所以嘅按樣版嗱，啲客家文化、流行化。你係最重要，所以參加嘅朋友特別注意你嘅唱歌家，為咗啲客家話、客家嘅文化，攞佢發展出來，好，加住。好嘞，馬上進行嘅比賽。好，有6位參賽朋友看 TV，向海軍一個奶油桂花所做出道滿演來。 TV 滿演呢，傅鳳不儀，妨以欣賞來歡迎來到舞台當中。傅太哥，你好，哎，孫燕建中嘅傅太哥，你好，哎，我講彼此。對對對，其實今日參加比賽朋友，他個唔是緊張啦，係呀，因為全部簽是淘汰聽聽嘛，那個萬一全部槍死投胎，就萬一係輸退的話，啊，全萬一輸退部槍的話，死投胎，就簽是淘汰聽聽，哦，哎，唔所以唔好緊是很緊張張，，放輕鬆，平常心。我唔要緊張。哎，看得出來，嘿哦你一衝嘢冇卡做下樣嘅，有冇緊張對吧？唔請講出到滿意嘅按道理，還有5位，馬上就唔驚，就驚出到良心朋用了做乜呀好朋友啦好，朋友係。好朋友啊，互相國體嚟咁啊排泄啊，對嘛？來，好，傅新平，來，良心良心哦良片心，夫型龍，阿仔，你看到誒，穿的哎呀，這兩個，來，也兩個感覺上這個不痛同，完全是不痛同的，不一樣啊。對，這個應該輕而易舉啦。喂，唔用我哋見邊嘢每天，是可能這樣低哎啦。哎呦呦，黃宇先生當有信心哦。咁咁我帶到埋個歌闊，電琴咯，鄧慶龍，好你呢？嘉姐，夫唔柒，哎呦，傅唔察了。鄧慶龍夫唔齊嚟哦，啊夫唔齊嚟我哋鄧慶龍。大哥啦。心慌慌，意茫茫，奇才扣到電影愛嘅路，水流長，行風涼，日頭點點跌落平江，望呀望，昂昂往西望。望到強劍無轉向，做晚會促爽，想啊想，慢慢想西想，想到心肝卜卜響，三情的歌叫順狀，澳門腔，你在身邊調到滿面龐。不寒窗，見吞藏，看愛情郎都在何方？望呀望，昂昂往西望，望到強劍無轉向，做晚會促爽，想啊想，慢慢想西想，想
上到心肝卜卜向沙合照眼光，跳顺走澳门口，为在身边钓到满面跑，佛汉草，天团草，看爱情郎都在何方？风强强吹，行的路红感觉已蒸馏，关心的反应总留恋，第一瞬寒芒雄厚。娘伴老公，你萨提走也不离开，娘爱风夹蓝夜海，爱共相依，你甘地。记得那些，还留下牵手感应，爱都相依，你甘地，你都那些。留下强下用手饮咖啡，爱都相依，你甘地，记得那些。留下花洒无半句，爱都相依，你甘地，地都那一世，才能够躺赢影响。迷失。哎呦，哦，遐两位无同样的性质的东西哈，系啊。对呀，唔知道今日听到啊老头，你听到啦？对到呀老对到，要比先生吃到样板。기청의同學啊，你确定你有在听？我要聽啊！你先是乜人技嘛？我老我自己必須就好。哦，对根对，本就演冇买意。眼看，他家自家求進步啦。对啦嘿对啦，哦泰國講嘅錯，错。错，切個表現好嚟就好啦。好來，泰國唐先生講嘅公平，那位先生來阿。公，亮啥吼？你哋亮啥？真奇怪，根本有創國家唱嘛做嘛嘅事情做唔錯，種所以都唔好打佢嚟。佢嘛嘅創國嘅詩咬嘅在地背度，都似無種前途嘅創國嗬，我嘅感覺啊，我嘅感覺，我係感覺講，唱方健講嘅望啊望啊，我放射望嘅。講下話咁啊，講真錯嘛。唱國家唔好講，經常講嘅旋律是用板唱，你就
唔記得用白講法了，我用講法嘅方式來唱歌上唱。望呀望，昂昂往西望。真大爽啦，對佢嚟講啦，嗬，我真係咁講過。安佳姐嗬，我對你親友，我是感覺講，一直期待你做得唱真好嘅歌出來。基本上講因為快乖咯，冇唱社會老師寫嘅歌嘅。我記得呢首歌唔係愛用佢啊，因為唱勁強哦，都每老師假音然後真音都混合在一起，唱都冇唱。誒，社會老師嘅歌真大爽，我感覺亮啥根本水準都冇好。對我嚟講，我看呢個我感覺我是講，我做平時咧唱。用 PK 加出表現出嚟種，我是等於冇傾到我，我爭我，你要如也心態爭錯啊，好冇？好，你用啥？喊白歌了，加住，好冇？好，沈峰先生。世慧老師，你國語呢 OK， 好，我先從方琦大哥來考試哈。方琦大哥，其實今比亞蘇國位唱咧感覺，應該講亞蘇國位應該平常時啲不卡當接唱嘛。所以我心情不用動爽唔錯，冇唔錯啦。啊，毋過因為唱歌嘅時候嘅係感情，所以感情嘅投入地步呢都會較少。電腦看到嘅係可能啲嘢無即家堂下唱歌嘅安尼個強壯嘅感覺較多。所以啊，毋過比賽呢，人講嘅係唱歌嘅技巧，所以希望講唱歌嘅方式可能唔啲安尼舞台上可能上嘅方式，然後即家舞卡練習嘅方式係無嘛強樣嘅，所以希望講唔做得第一片更加有進步嘅空間哈。我要講佳姐之前，我先感謝小康老師安志 say， 好，謝謝你。其實我剛剛他唱到快結束，我已經快要哭了哈，所以。怎麼了？是。不知道這首歌當時寫嘅時間係為咗一隻戲劇寫嘅東西，啊，唔過因為加個尾端的部分太有感覺，所以其實要唱一首歌冇按好唱，其實就感覺冇按好唱啦哈。所以金碧佳姐其實我當注意我唱一首歌嘅，我一直期待唱一首歌嘅感覺。是，我覺得你真的太緊張了，其實你可以再發揮得更好。好，其實好，應該講。我其實希望一個舞台更加看更加多嘅後生人來唱更加多無共樣嘅歌嘅，可能自家寫嘅，可能拼音寫嘅，可能唔做得更加有發展嘅東西出來。再講，可能一個舞台較上分，所以你自家會感覺到棒，會棒啲嚟唱歌，所以你自家想要發揮嘅東西冇發揮出來，當大爽，冇辦法。其實你從頭到尾係從你拿麥克風開始，一路看到你唱完。我看到後來我真的看不下去，把眼鏡撥掉哈。啊，所以希望講，我會希望你能夠再加油。看不下去你自己來啊！你唱一下。你來啊！你來。示範一下。副歌嗎？愛當聲音，你甘地。唔記得那時，很留下天數給你，愛當聲音，你跟你，唔記得那時。留下空下天數零咖啡。你看人家被你逼哭了啦！你們兩個是怎麼樣？一開始就弄哭。你看你一開口，那個雞皮疙瘩都起來啊，好棒！前面那一兩句真音轉假音，而且他講是很細膩的那種輕假音，哇！其實亞蘇歌嘅難就難在講，因為真假音要轉換，其實我練動久，因為其實用假音唱歌嘅，平常時我唱歌嘅方式可能比較搖滾的方式比較多，所以要中要收斂，要
放出去、收放之间，它必须要有一定的练习。对，所以希望讲，第按你的表现方式上方，去赶每周再做一个进步。那你佳姐，我觉得你很你哭什么厉害了，但是我希望能够你哭什么？多加油。你可以认说一下你为的感他唱的想吗不好的？没有，因为我很喜欢四位老师的歌，可是是我觉得我没有唱好。嗯，你自己知道，我不知道，我觉得他根本就是闷闷好像嘴巴也的，不打开，然后就是觉得很无力这样子。你是有压力吗？嘿，好像你很不注重我这个节目一样。喂，你莫安尼啦。啊，先看文书好吗？好来，，先来看傅凤熙的分数。 88分。看一下呢，同家姐的分数。用心给你，用心给感情。连冲啊特天那个用心本家全部为你鼓掌哎。哎，我这边也不错呢。哦，有，对刚小康老师也是哦，情都不谈的跟你鼓掌。喂，典当给自由的冰点嘞，这个创作的。 风采。亚苏黑是给他自创曲。哦，安尼厉害哦安尼做期待看去下都有吃米形上下。本上就懂印中江出都刚。还是你要跟他 PK？佳姐看一下呢，同家姐的分数。 哦，两个保你，两个不保你。哎呀，节目虽然 PK 赛，但是输的人呢签死投胎，听听啊，签死投胎啊，所以唔怕，线上都是讨论下来，还有可能会比转来啊，好，好吧，好吧。那你今天哭成这样子，然后那一头也哭成这样子，要不要来拥抱一下，好不好？来，86分的。我今日是无按上来不一样。 不用，好了，可以了，加油。好了，带回家了，带回家了。好啦，那一张也给人家嘛，就自己用，对不对？按上枪。哎呦，哎呀，节目懂哦，这个哎，是趣味当中这种激烈比赛当中，还有一些还是可以看得到很感性的部分啊。按这些多谢，福泰哥，恭喜福泰，谢谢啊，恭喜！杀好了呀，组的选出都蛮赢的。嘿，非法。许慧华，好，来，朋友来到舞台当中。好，慢慢走，好。好，两位主持人好，你好。哎，你好，还有3位啊，这3位你看讲做到蛮赢。朱君富，徐清鹏，齐金鹏，梁梁心佩，心平，梁心佩。梁心平好啦。某一天呢，我都某一天自己黑哦。咩啊？我某一天出梁心平，梁心平董伟聪了，冇看见。董辉聪。哎呀，盖以为容易。注意下，看有没有梁心平的。不要偷看，不许偷看。抽了给我。哪有人家偷看的？啊！哎呦，抽到我们的旧台长啊，前台长朱俊甫，好来。俊甫，哎，刘哥好。你之前冲的时间有看过嘛？某年T 拜，哦，冇控足，所以冇对过。哦，安尼逐步嘅啊，也逐步嘅啊，所以也唔知个是练样板啊。你之前冲的时间有谈过嘛？哦，安尼好啊，好玩哦。不知道对手的那个能量多少的这种情况之下的比拼后，你就发挥自己最大的本能。尽量唱。
啊，来唱马狗。用心给你，用心给你，用心给你。好，君父。我来从谢宇威老师的一撒。哦，要好弹，来，弹看啦哈，两边的比赛。爱用心来等，爱用意来牵，心刻苦爱真，一牵缠云烟，爱为你来等。爱意不变，温暖在心田，痴心云缠绵，用心给你，用心给感情，爱甘愿一生相思春痛自。看你啥离开爱的人，爱的心悲伤啊，没尽流连连，离开一年，想你一年，都奈时都奈见，原谅啥让我伤眼。爱上今夜，化作一阵梦魇，飘啊送啊躲啊，送到你的身边，见你一面，想你一遍，黑不黑有可能也亲眼安慰伤牵。想你年年，想你千万遍，无奈过无中的誓言。想你年年，想你千万遍，无奈
爱的心悲伤啊，我只留恋恋，离开一年，想你一年，会唔会有可能也亲眼还袂相见？哦哟，玉米多，好汤。唔该。葱啊，提天个。咩？良心片。是琴片啊。哦，人家丝真很难捏嘛。起琴捧。捧啊。嘿，捧。良心片，今日全部哎。掌声鼓励耶！为你鼓掌哎。哎，我这边也不错呢。哦，有，你刚唱完那个。小康老师也是哦，琴都不弹了，跟你讲。喂。那他这样会被扣钱。会扣钱。我被告投稿娱乐人。觉得他唱的如何？那个发片歌手的水准。哦。我还以为你要说他已经发片了。对啊，因没他感应呢。哦，对啊，没他赶紧冲那的懂货呢。厉害。让吃动人家肢体用呢。听不懂。我这位唱的怎么样？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那到底好不好？这唐先生的公平一下了哈。国立老师。哦，先讲绘画哈，绘画，俺那老双伯讲的空方法，我要再说一次，真的很感谢你，没他感应，老哈嘎国从头按标准，你的咬字根本很难让人家相信你不是客家人，啊，但是又忍不住的还是要挑一点小毛病。难分难离那个分哦，就是那个字的咬字不对了。让爱一生，云烟难分难离。那然后你今天选这首歌非常适合你的声线，你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尾音，然后线条的那个优美都做出来了。我给你的分数很高，继续加油。好，好来俊甫，今日本来看到无看到完哈。之前中国的就会讲，英国人嚟讲啦。之前唐中国嘅汉盲是真正嘅唐东人嘅实力啦吼，也可能今日因为出现国线超嘅管限，所以你把这一首歌唱出来，跟宇威老师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有你朱俊甫个人的味道在里面。你唱的没有他的气势磅礴，可是却有你的故事性跟画面，可以带给我们听的人，很棒。你的表现也很棒，我给你的评价也很高。那你们包括后面参赛者也是一样啊，这个就是他们俩，我觉得他们两个今天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说，当比赛这个圈子越缩越小的时候，你们每一个人一直被筛选、被精选之后，那你势必要想办法让自己一点一点在进步、在成长。那这个就是你会留下来的一个原因。你一开始表现是这样子，你通过了，可是你后面没有再跟着自己成长、跟着自己进步的话，那可能就哪一个关卡就被筛选下去了，这很重要。我觉得他们今天两个做到了，就是让我们评审听到以前，没有的那一面好，我们听到了，很高兴，很高兴。谢谢慧华，也谢谢俊甫哈，我给你们的分数都很高，加油加油！好啊，两个分数都很高。来谈一下总费欣赏。张老师，是慧华。我觉得你今天的表现真的是很好。谢谢。那记得我以前评过你，但是今天让我的耳朵非常就是闪了一下，整个从头到尾的稳定度都非常的好。那真的要给你一个建议的话，建议你在 A 段要进副歌的前面那2句弱一点，不然你整个，因为你声音很亮。那你整个的那个层次就不够分明，像你的副歌是绝对没问题，那前面的 A 段也不错，可是到后面我觉得你太快，你在最后要进副歌之前可以再回来一点，才能再重新出去，只有这个问题。如果这个做得更好，我觉得会更棒，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已经非常棒了。谢谢那台长，来，台长，对，我本来很紧张，因为我觉得慧华唱得很好。但是我今天非常喜欢你的表演，真的，一开始进入我就仔细的闭着眼睛去听，从你的声音里面我听到这首歌的情感，
然后我记得你的声线是比较浑厚低沉，所以我在想你的副歌怎么样？结果你今天的表现非常好。让你千万别无奈后夜里忧伤梦魇，在爱的也没你唱出你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你就勇敢去挑战，然后在你的多去开发你自己的音域，大概知道你最漂亮的音域在什么地方，这样子对你未来选歌会有很大的帮助。今天2位都很棒。好，谢谢。好。那2位成绩应该就是在懂后了哈。来，先来看体FIFA的分数。哇哦！好高分哦！94分呢！哇，有先生本都24分的呢。哇，厉害不哦！得了，不得了。有压力了没？有。有。主君符的分数。好嘞。所以也是很高分啊。对呀，你刚是讲也真的就已经到米团的比赛的时间，你发觉哇，真的2位都按高分，苏文颖跟董大松，还好啊，暂时淘汰。暂时，好不好？暂时淘汰，加油！哎呀，欣赏要不讨论。恭喜你呢，谢谢。哎，你把我们客家人干掉嘞！你好厉害哦！继续加油！好，啊，谢谢，恭喜2位，恭喜，谢谢啊！来，这边然后好，好嘞，3号的要存2位了哈，也是凊彩出入的啦哈。凊彩煮，凊彩冲啊！快慢现操，来，好嘞，存到2位哈。慢年现操梁心培，好，梁心培先生，还有另外一位齐金鹏，门的调到全鹏，哎，好嘞，要讲句嘛？唔是讲啦，唔是讲啦，讲错了。唔是讲啦。两个没共用，冇共用，冇共用痛哈。类型不一样。不一样类型。对。我们2个眼量上命有啲咧相冲诶。哦，痛。特别念唔出清，就念到心。哦，心捧，哎呦，2米心捧有就变啊嚟啦。有人从哪讲？我明年来。你呢？爱创作嘅。富唔出，哎，调到创业嘞？系啊，是吗？唔系，冇强呀。哦，亚苏黑一起给他自创曲，哦，安尼厉害哦，安尼做看佢写都有4比现场写安好。本上就懂印中讲出都讲，还是你要跟他 PK？ 好嘞，唐2位嘅精彩歌曲嘞。光梦就发现，眼下发现是眼君，指望做你的相见。昨夜梦中书相看，相对那黑隔片天。叫我见个面容，心肝可比猪油煎。一生无情无论，乍太偏边缘，乍太落寞对你该思念。让你爱等到那日红白天地嘅人人，一生无情无论，乍太天边缘，乍太落寞对你
新片今尾嘅唱歌，实在讲哦，比上摆好轻多，所以就对。养父唔知啦。啊，养父唔知。留人要讲啊。你不要输姜嘛？父母猜了。父唔知咧啊，咪要输姜了，拿香来咧。深爱的天边，从木住在呀在，后把的水是流每天，天空给我的梦充满嘞。风采给跳歌，风采给人生。露水高兴，天空长出，热天的按不跳，风扬中地的跳舞，母亲的风，日吹润就散，天堂的自由的冰点嘞。风采给跳歌，风采给人生，风采给鼓片，风采给思念。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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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拉拉父母菜，唔懂家己啊种节奏的歌曲的东西哈，记得上礼拜咩创造一首，咩类似的 Story Rock 嗰种歌路，嘿，糖都会唱歌的冇？有啊，好糖冇？好啊。哦，今日不差呢。我明日好糖哦。佢細妹當然係好糖啊。冇一天，哦，人家嘅姿勢咩比到，人家嘅姿勢咩比到當獎。好漂亮啊！創作俱佳呢嘛，我都看唔到啊。來，睇下先生的公平啊！係。新片今尾唱歌，實在講哦，比上擺好輕多。有樣啊冇樣？所以真見好輕多，所以就都要趕。係啊。佢夾掉嘅天啊，嗬。姜夫唔知啦。啊，姜夫唔知咧。主要是個我是感覺講，今尾唱歌家真投入。所以香港按做流行歌嘛，唱起來你就有個流行歌，然後歌唱到本嘅流行嘅嗰種情感你知啊，唱起出嚟講，根本我哋千種情都去唱，你係唔是適合根本你
感情发挥得真好真好，吼。啊，轻捧呀，哈，轻捧你自家写一个吼，请问你请问写过，我本来呢本你请过个分数，不过你都个啦个，冇错哦，吼，佮转过去个，佮款感觉是根本状况冇真好呀。有一点被刚刚他们哭在影响。哦，我刚刚很久了耶。你也哭了。对啊。哦，所以是上一首的父母茶，开动年的父母茶出错了。实际讲，第二首歌还是感觉讲佢唱起来都啦，佢都冇顺，然后唱到深有感情，哦，含有唱入自家嘅本色，哦，你清楚了，所以出嗰條表現嘛，比賽出嘅表現嘛，所以。那磨合家就扣掉分数，啊，听听，好，好，加油，嘿。好，来，郭丽老师。新片睇過，意思不用講，冇咁緊張。我當欣賞你的素材啦，你在舞台中我唱歌的時間哈，唔當投入在自家嘅表演世界度哈。唔本人感覺就講，觀眾對你嚟講冇重要啊，搭笑你彈啊咪彈，我最愛你唱歌嘅，有一點痴心本來當欣賞。各位，個人一點，如果有個動作，等一下，好。我知道你係咪有特別有研究過三角採茶，有冇？有啊，我有。哦，有三角採茶哦。有哈。我對個土人研協會哦。難怪。三角採茶。有個神探看得出來，有三角採茶嗰種味道菜，拿來唱流行歌曲，我做等一下，好。啊，但是有較大眾，如果你唱歌較啱出啦。如果你聲音的感情不用甲調位吧，分數會較高。本你建議，哈，謝謝。好，謝謝。輕捧，哈，輕捧。像老師講啊，你下個正大數都當好堂，當流行要當順口哈。佢咩表現，老師要講多，如果兩個真假音轉換，不是那麼完美。但是呢，我對你的期待還是相當在的哈。我不會因為我講你每一面給你表現較差，我會留的空間給你繼續發展啊。我還想看你後面的表現，所以呢，吃燒餅不掉芝麻的嘛，一次兩次失誤難免的。那我鼓勵你繼續加油，多唱自己歌。那你也要思考一下，如果唱別人歌的時候，你要怎麼樣去詮釋？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聽到你唱別人的歌嘛，這是將來你勢必會面對到的一個問題。好好去思考這個問題，我也希望你能夠留下來，長長久久留下來，好唔好？加油！好，葉先生，做了補充。新朋友，你的表演每一次都讓我覺得非常的喜歡。那我想老師們都說了很多，但是我想要給您一個建議，就是當你在表演的時候，要記得你的拍子。其實你今天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你的拍子都不好。好，你常常搶拍，這個是比較可惜，因為畢竟是歌唱比賽，在你表演的過程當中，記得心中的拍子還是要有，不然的話，你的整個表演跟聲音都表現得很好，可是拍子沒有在那個點上，就很可惜。看可不可以從前面的律動去練習，讓自己又在動作中，又在節奏的裡面，這樣子對你未來的比賽一定會很有幫助。好，那慶鵬，我要對，給你一個建議，我覺得很棒，自己能夠寫歌都是我非常的佩服的。那你今天就是在那個啦啦啦啦這個地方，你啦啦用假音，啦啦用真音，可是當你C 的時候要準備轉真音的時候，你一定要記得啦啦這個 C 的位置一定要高，你才能夠瞬間下來。你如果你那個啦啦已經準備要下來的話，你的位置已經跑下來，你就會卡住，所以你就變成啦啦卡，一直卡那個音。這一句一直重複，一直重複，一直重複，我就一直聽到你每一個 C 都是這樣。你要記得啦啦這兩個的位置要一模一樣，然後才啦啦啦啦才下來。我做很明顯給你聽，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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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清楚。你如果啦啦啦啦，那個一定會卡，不是卡 C 就是卡嗦。
所以很可惜，建议你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多练习会更好。好，谢谢三位老师，好，清楚。安尼来看一下分数。好，梁心佩的分数。 88分，88分哦。做对嘛？啊？做对嘛？做对了有做对了。哎呀，有分数就好啊。哎呦，不是。好，再来看另外一位齐金鹏的分数。恭喜你啊！问你样的呀？一样啊，样都冇涨。冇涨，用白光冇涨。哦，一定有涨。谢谢，你枪死投胎哈，枪死哦哈，好。有麦克风啦。有啦，你唔讲。哎啦。哦。咪喺咪行啊，不得到啦。哦，唔係分享。而家簽時你高模先生討論下唔準啦，好唔好？好。安子先，多謝兩位，恭喜哈。多休息。 好，經過上禮拜淘汰賽以後呢，也目前很洶湧流動到朋友哈，流到安尼也比賽當中哈，所以一禮拜開始，連續有多禮拜呀？3禮拜。3禮拜哦。哎呀。哦，而且進行 PK 賽。1對1。對，1對1。不是你。就是你，不是你王，就是我王。這麼恐怖哦！恐怖啊！哎呦，還有恐怖箱啊！還是要面對就錯嘅。對，看哪個願意啦，有上次個墨菲定律哦，有冇？哦，要請求。請講出到慢嘢，講到慢嘢就真係出到啊！先好教，分見邊讀好教冇？嚟，好嚟，繼續比賽先生嚟。李秋霞先生，林振英先生，恰克嘅先生，藍明正先生。秋霞老師。 好嘞，緊張啊！今日真嘅要做到緊張嘅 PK 賽啊！今日睇下阿娘咪去讓人呢，就甲阿鳳去講嘅，今日要出到馬薩係盲啲哦，心中想今日最後冇出到馬薩，因為當獎金嘛嗬，唔過唔好緊張啊，平常心啊，將佢最好嘅表現呈現出嚟，最後就記得歌詞。 咬絲、彎曲、四季八節，還有你感情哦，加油！好，好啦，按字寫四季八節，請說詩嘅四隻詩。四季八節，加油，加油！來，按照今場比賽哈，有8位呢哈，先唱主持人海軍用那個奶油桂花手的先出一筆。哎呦，剛剛有洗過的。考聽有誰啊？ 哎，氣球 Q， 進來，氣球 Q 啊，來歡迎來到舞台當中，來歡迎你哈。你不要輸獎嘛？唔是輸誒哈？父母猜的哦。父母猜的啊，我要輸獎了，拿獎來來。 太驚拿了！唔請講出到乜嘢？哎呀，係目前嘅設備。林采莉。啊，林采誰啊？妹啊？唔知我會講幾喏？太年嘅講聲音的。我當然講聲音啊。真的嗎？冇一聽哦。而家真係後生人懂厲害哈。係啊，所以按那個是冇進步，真會被後生人幹掉呢。會淘汰係咯。對啊，我們要與時俱進啊。 哦，還好我常常有在做功課。是，好來，數一下，看有冇林采莉來。林采莉。看有墨菲定律嗌唔啲咧。啊，可能是嗌先寬，咪冇人條寬咧。哦。我問嘛。哎，後面這個字。沒理啊。恭喜，係咩林采莉？ 羅純明哦，沒林采莉啊，來，歡迎羅純明啊！你就唔是輸獎嘅啦嗬？啊？我咩獎金了，兩個
搭配一个俺都无盘的，南头落最啊。强其实厝都爱咧。做嘛还会讲？俺哋南头落的，嘿啊，南头啊，南头。哦。熊子搭配一哦，摆吼懂残忍都咧。无盘的。哎呀，你看呀，运气哈，真的个冇办法，要老天安排啊。哎呀，几多本呀，两位硕士人员啊，互相的拼啊，哎呦，厮杀一下。哎呦，主动的客家协会理事长。基础的哟。哎，基础的。哎呦，啊你呀，爱个好姊妹咧。天意安排冇办法啦。啊，好啦。甲秋秋节今日带了马狗。平板。平板。全名字。散果子。好啊。好来，哎，别讲了啊，来。一位吼较常识，啊一位迄老师级的啊，李思总的哈，所以。他们讲来吃到调多人用啥啲冲的时间吼，真紧过像有一种腔用腔下来，
有相知相惜的那种感觉，因为上个有互相相让的感觉呢。有啊，嗰種遊戲呢，係咪唔用水啊？啊，係唔用水。唔加咁用勇氣。咁唔用水，我哋連啲做演嘢啊，哦，連啲做暗樣啦，無啦客氣啦。咁知道佢咪創到樣辦？以後啊，佢上東後堂。也上東後堂。上東後堂。咁佢知道伊感覺也上因東後堂呢？伊講也上因嗰種嘢六巴用嘅呢。本錢比我好啊，面相比較大，這是包還是扁啊？都帶兩位咪，係啊，兩位咪創個可能唐先生嘅公平啊，好冇？不要秋下先生。秋曲家要上台嘅，講嘅面色，說嗬面有難色，也會緊張啊，有冇？有啦嚇，叫咩？南疆吃醋，人家南疆人家創法。南疆了，按唱法，唔係講做唔得，做得。唔過人家喺按唱嘅時節，嚇，你後背唱嘅咧，木炭啊，你木炭啊，填下嘅時節，你兩句天一句天四句，就講到按唱法。因為你天一句按唱，天四句冇按唱，哦。還有南疆吃醋是這哈，南疆了，吃哪酒啊？哦，你唱南疆柳一次那一酒哦，哦，哒啦啦啦啦，哦，按个唱法，哦，按个酒哦，按就很硬诶。南疆柳次那酒哦，心喜了米那。此心付出，刘真讲，讲咱那的时节，你会不会转都冇讲清讲？天下的时节，一个铁腿，对嘛？定啊定。你鬼叔哥啲最严重啊，哈！望照你讲嘅条件真好，声音偏好哈，纯秘籍，声音非常嘹亮啊！唔讲今日读到强数，所以今日发挥冇双飞还很好。一年四季，一年唔係一年四季哈。好，龟啊，个转就是懂乖，我那个画蛇添足，哦，杭州床还有讲过，那三个字尽量莫先三三喺度唱，杭州床嘅床三三，如果唱了床啊，吊上去三三，所以你发音是冇標準嘅。一年哦，是那鬼啊，杭州了從那。松樹本嘅感覺而歡喜，還有30以下，樹本分，哦，乜唱咧冇乜個順，系統不塌咩強浪，所以人嘅彈落係講講咚咚咚咚。然後安尼唱歌嘅傳統嘅傳歌，咪是冇乜強浪，所以今日嘅表現也冇雙非安好，兩位都加油哦，馬上能夠勝出，看其他評審欣賞啦。在演唱的林展毅老師，準備之後，我睇唔抗噶嗬，除了口齒咬鉗合緊張無去爭幾個以外，個人唱家下我團絲團結，再用出嚟咧切菜樣嘅哎樣方式去團，尤其係系統不達嘅位，啊唱強喺人面前咧脫離嘅，出邊兩首歌嘅總嘅唱強嘅冇強樣，所以你喺邊都注意一點。好，來看一下，先看夾嘅分數哈。悄悄嘅分數。吃到佢唱到200，杭州的啦，哦，按有信心，有一點味啊味哦，按吃到佢唱到200，有啊，順啊，順啊。好，來看一下，先看夾嘅分數哈。悄悄嘅分數。來。87分。87分。誒冇高嘅分數。冇同高咧哦。哦。啊88分以上樣同高呢。係啊，所以那麼先來看一下純秘籍嘅分數，來。哦，羅純咪嘅分數。
差那么1分呢。差1分。安用班啊？安尼，迄个顺汉200人要比起来嘛？唔要紧啊，做好朋友嘛吼，先用李世忠比下来嘛。有机会，冇签死投胎，签死投胎，签死投胎，签死吼，系啊，所以放心哦。哎，我这又错唔错？好啦，两位多车哈，安子生多车多车。啊，我是 OK， 肯定贵，哦，肯定贵，哦，肯定贵，肯定贵，安子生，啊，别当好。好嘞，也下再继续来出前面来。恐怖箱哪不爱来，来出一笔来。哎呀，来吃大闸蟹吧。好，王水颖欢迎来到舞台当中。哎呦，大闸蟹，大闸蟹。哎，你好，你好。哎，孙敏基，两位主持人，大家好。哦。叶师好。请讲出道吗你？一路这样比下来。请讲跟妹妹林采艺。哎哦，彩丽，你好红哦，大家都怕你呢。学了10年左右了，嘿。谁学了10年的？彩丽啊。彩丽嘛哈。彩丽啊。啊，你9年了。我没有。哦，你没有，你1年多。1年多，对对对。很难讲哦。不听看看谁知道，聪嘛。目标唔低哦，好来看一下，还没出到林彩丽的。试看看。摸条看哦。不要抽到。来。先给我。不能偷看哦。林彩丽，哎。哎呀。出道的慢影。飞扬。港能机。对吧？嘿，来挑选一些哈。两位有寿司冇？魔术师。魔术师啊，魔术师唔怕啦。魔术师请两边哦。哦，而且他们会出都会上副和搭配他们合适。无问的啊，太板啦，哎呀，哦。无色有动气势，有气势。那胖到不能穿，很多衣服都不能穿。大闸蟹摸色烂斗。大闸蟹小，反而瘦4、5公斤。哦，真的呀？对，太忙了。哇，那你家那大闸蟹我包了。色彩哦，那大闸蟹有没有冲马狗？肉渐渐乏。肉渐渐乏。哦。阿基吧。扁板。好，来。两位变下来哦。张也大里呀来呀，死心那年哦哪有，跑沙口港来渐渐发，钱用那年哦哎呦，那哎呦那哎呦，跑沙口港前那有面。小孩呀，拖拉天郎，你姑啊，基有哪有？连喊三上来渐渐发，望窗啊，年哦哪有？哪哎呦，哪哎呦，连喊三上望啊窗边。
就落河南。好，用比个魔术师来表演就较唔好安尼吼。唔会唱跳倒安尼吼。哎呀，矮油安尼，尴尬啦吼。加像个另外后片有安尼表个真的，不想怂，是安尼。感情。嘿咩？样板，有信心冇？有。有哦。哎，你会唱安尼，唔卖大闸蟹时间拿出那个信心一样啊，对不对？哦。啊。今天有点哑，是不是？跟你吃到去冲动样板。杭州的。杭州的啦。哦。按有信心有一点火药味哦。按吃到去冲动样板。有啊，孙啊。孙啊。来啦，唐先生来讲评来。谢老师。谢谢。好来，两位哈，有帮啊，先。所谓有帮的嘛，替三副两个做个亲上腔啦哈，至于国位法。就像两位的谈一下分明了哈。首先来讲一下个王小姐哈，ที่张年拿也个是米拉多少，所以他音会有一些的加强音，米拉多少，但是你唱有较平一点的哈，有较平一些，但是你整体来讲，基本唱做来讲唱得轻顺，本身的音色也好哈。但是呢。最美哦，注意哦，人家往常那年咯那有，记得数米音嘛，有一些数来冇清讲，可能也中气的问题，所以每次人唱歌时间，你记得我前段唱的后段呢，佢一天自家保持有足啦，自家你讲嘅数标之余，就唔会讲我前面起标的后面啥。中气无啦，也喺俾你唱，不管你係小調也好，甚至三態調也好，自家一天要注意下，嗬。好，再嚟應該係呢江寧傑先生，嗬。江寧傑先生其實唔可以查，也以前聽到人唱歌，很愛唱歌，潮唱歌，但是就私人來講，很愛唱歌，潮唱歌，潮，唔係潮。當然啦，也可能有啲人以為講，我用潮唱了。但是就歸屬嘅一首歌曲嚟講，係以詩人為準，所以係你要唱以潮唱歌為準嚇。再過來呢，答唔嘅險愛了一打那一打時哦，唔就轉冇好勢，因為基本你強嘅你就冇清張啊嚇。潮落河，你係你中央唱潮落河。偏愛有大南就落河南。但是我有講過，以前青島演唱，佢因為啊表演，佢冇相干，我要唱樣嘅來拗音就冇相干。但是喺比賽，你就係你以超師為準嚇。再過來嚇。打唔怕，打唔了來唔來怕，也得怕是，你還要同樣有時嚟會傳音嘛，會傳音，表示你自家去使人嘅發音出來時間冇發來清順。尤其係到嘅也前面也記唱歌唔怕，唱歌了唔難，一得唱歌嘅轉嘅音。
完全都有一些的变化。也以后你创业嘅平板的时间，这个还你要注意一下。好，因为以上绝对係兩位嘅乜嘢也嘅對兩位嘅也比賽嘅一個看法，好，好，安子生。安子生，賴老師。我雖然唔是哈，我知道人家創嘅呢哈，人飲食家車路士有講以後，但是呢一隻問題哈，人家再係呢繼續比賽下去嘅話，人運氣運好啦，大機啊哈，創到呼呼滾啊，張夜哪裡來呀？喺暗部條彈嘅話，你成日會驚死哦。有啲彎氣上做乜咯？用再條氣啊，又係唔對嘅。用屁股一屁，用再出氣啊，安尼翻嚟嗬，就唔會有呼呼滾嘅聲啦嗬。所以人家彎氣冇乜對啊。張夜哪裡呀來呀？思心那年哦哪有？哎呀，講年紀先生咧嗬，學家下呢。一開始嗰下呢，李小華老師都有講，熬屎所運啊，四季八節而且對啊。但是熬屎部分呢，家車幾個老師呢已經講得清楚嘅，我不再啊這個重複啦。但係基本上哈，耶穌歌詞啊哈，耶歌詞啊，我在喺度創新個比賽嘅，同一啲嘅腦筋啊，做乜東西啊？看那耶歌詞對冇？耶穌歌詞嘅格理唔對啦，做乜格理唔啱看啊哈？喺我唱歌就唱歌。啊，就那好啊！雖然沉，一直是做唔得用便宜嘛，一定要責任嘛。但是呢，唱到一下人冇人敢提那個句子，喺外教嘅話，我就會講：當雖沉，我唔怕，我會按嚟用。唔好講當唔怕雖然沉，一直便宜俾第三句一定要壓腳咩？責任書面嘅話就要壓腳啊！按你話一數嗰時當好啊！好，所以講呢，也唔好喺度收學貴啊嚇，雖因為。當雖沉，我唔怕，安尼就好運咩？好一條歌就會格理正確，嚇，第三句一定要壓啦，嚇。所以講呢間呢，也熬屎問題呢，嚇，車幾個老師講得清楚，我不再重複啦，嚇。就講喺邊喺度，主要目的係乜咯？喺度沉水咋？喺邊新鮮歌詞啊？因為人歌詞拿掉咗來以後呢，我哋照人歌詞安尼去評分，像格理唔對嘅話，老師話講，迄個要注重要。按你發衝出去嘅話，會變到冇規矩嘅，冇規矩嘅啊！嚇，所以呢要注意一點，以後嚇，喺度沉水仔朋友一傾向，要注意一啲東西啊！嚇，嚇，加油嚇！好，謝謝先生。覺得好嚟，請看洪宣元嘅分數。安子生不錯哎，謝謝安子生。啊，好阿基巴，看嘢哦。好，講年紀嘅分數。好，87分。係啊，阿基巴就直接簽死淘汰。簽死淘汰啦，哦，也恭喜水銀記啦，哈，安子生呢，啊，恭喜恭喜哈，好嚟，好，再邊等下坐兩位，啊，安子生，快去注意下。好。來啲，來啲，鍾逸賢。好，歡迎鍾逸賢來到舞台當中。好，你請講出到門。林采莉。對。為什麼？厲害呀！厲害，年紀輕又厲害啊！長得又可愛，像芭比洋娃娃一樣。真的，啊，今日又做到安獎哈，真的。好啦，看那邊出到林采莉來。來，出，冇條款咯，先不按。好嘞，看出到沒？如果是的話，那就是真的一大挑戰了。除非墨菲定律啊。嗯。但目前到現在都沒有墨菲定律。哎，那他有？可能有，可能沒有。哎呀，你這樣很模棱兩可。恭喜林采莉，哎，歡迎來到舞台當中。我就不相信不會中一個。對。啊，要做人命啦，吼。係啊，跟人家願意，你這樣主導的哦，啊。咁你帶來乜嘅歌？肉山歌。哦，阿采莉咧。
落强山歌。落强山歌。没强用做落山歌咧，哎，来，唱过来。山歌，青荷塘呐，太假了。水桥山歌，开在苍秋秋了。上岸江依山老的嘛，我创世家啦，我讲几嘛。当然啦，讲哦。咁啊，冲個馬唔會炒啊。哦，冲個馬唔會炒啊。哎呀，要你老實咧。安尼快睇咧，快睇咧。愛發容那。係啊，因為迄落山歌，
一边罗强三国，哦，他个全部拿出个呢，吼，本领，森嫩的力量，哈哈，按住你了。看一贤记啊，哈，森嫩的力量都拿出来了。哎呀，有副竹拢刮了呢，刮龙川呢。有信心。搭配你要副竹刮好哎。有什么意义？有开广告的啊，哈。有吗？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是搭配衣服的颜色。好看哦，好看哦。好啦，两位创作样板来谈一下欣赏的公平。哎，手下欣赏。今日咧两位吼实力相当，嘛，安尼日前可能伊成长，唔免讲演技成长，讲唱歌的，吼，更唱更好，比你唱平板三个字还好，因为你唱平板三个字常常强调要叠板，啊，老三歌比你自由发挥，所以我讲感觉你今日咧说老三歌唱得非常好，不过你注意你玩嘢时节。你口水啊，不然糖到你吞口水当严重，注意啦哈。还有呢，彩礼轻强哈，你要不记起来要把个你还你这个挑战这个，我就记法，有一天记，小好好，莫小好好，莫好好没好，小好好，莫小好好。私聊在人，其他方面你唱歌音去加适贴的话，没亲好，所以两位今日讲乜个缺点，亲难去评分，可能按照不分轩轾，加油！哦，什么欣赏？不分轩轾。好，林老师。唱歌比赛哈，给出一种的歌唱，但是缺点一听老人家都讲哈，就讲外国人的概念啦哈，就讲伊。蒋少基呢，可以讲係你歌唱比賽老将哈。今日咧是老三哥係標準的25、223嘅唱，23、225嘅唱腔，所以在平穩度非常嘅好，尤其係台風咧將幾場嘅嗰種嘅平均咧嘅壓上壓到當平穩非常嘅好，今日表現到可圈可點再來呢，就係人家嘅力度啦，即係要到嘅歌啊，即係講嚟上去嘅嗰種嘅高音地方做一加強。加山歌，千荷塘好，再嚟講嘅就係後生嘅林采丽，雖然係第一擺咱接觸講唱腔，但是我感覺你有另外一種後生嘅那個氣息，唱出來呢，那種山歌哈，就講加出來老強嘅山歌唱腔，然後人家嘅年強嘅嗰種嘅發力魄力唱出那種味道出來。雖然講係老強山歌，但是你的我感覺的就會你的加強，就會你的年輕的活力的那種表情動作儀態，要把它再拉出來一點，會更好我較好表現嚟以上。好，按這些有變了哈，唔好講林采丽做咩當強有變哦。來看到降一些的分數。好嘞。笑得很开心哦，干妈的嘴角蠻抖的哈。唔怕啦，今日甲同班員來另外一方嘅輸題，把簽時淘汰的，唔是驚，其實他個壓力唔是很大哈，簽時淘汰，來看一下。林采丽嘅分數。哇！哦，幾是一分哦。真差到一分，較驚死啊！有冇？聽人講佢又唔係佢講。冇，人家嘅分數按高級要驚了。係啊，有想過伊可能懵懵嘅。唔怕，簽時淘汰，以前是愛相信哦，一定還有留下來機會，因為按高分啊，係啊，先休息一下來哈。好，按這些兩位大家在邊當中吵，麻煩先處理下來。
总水雄。总水雄啊，另外一位咧。呀。林义坚。好，请两位来到舞台当中。来，水雄子哈，金国来。哈，两位。两位主持人好。你好呀。两位有硕士吗？有念什么？魔术师。魔术师啊，周亚良硕士啊。后助理。啊，尽量变啦哈。好。安尼。水雄子带着马个歌。落山歌。好。山歌子。好，安尼来先唱水雄子先唱落山歌啦。山歌，
为主几年好。因为古创世家啦，传承。虽然烟熏赏，但是创起来也有米头哈。哦的特色。要讲几毛？当然啦。讲哦。讲嘛，创个嘛唔会差啊。哦，创个嘛唔会差啊。歌词有外形又甜美。重复。歌词有重复。哎呀。又一类螺丝嘞。啊，你摆台咧，摆台咧。对，唐先生的公平公平的。交给先生。好来，今日也两位的 PK 哈，我想最简单的就会呀装水上手机哈。因为一比赛东西啊，往往你心理上係唔緊張係唔啲啦哈。你唱一個 T4段的時間，希望成個源流傳啊，讓大家你相信大家都講。最主要，三個就前幾年嘛，平民這片的東西，你也都T4嘅時間，你要將那個T2嘅歌詞將來舞台飛死了。哦，也就當明顯的，像也其他啊就唔是講乜嘅啦，哈，也歌詞部分你就本身就唱唔錯嘅啦，哈。將來了。舞台呀，飛死了那。再來講吼，像人家唱山歌，劉德華詩啊，你要先來將一個詩熬上來，啊，將來了，麼將來老來詩，一個音就差別咧。劉德華詩你先來熬上，以後將來同佢做韻，冇講嗌氣韻的反而本身的一個音勢就會走脫。也一定要注意，還有海擺比賽莫按緊張吼。歌詞你講呀，山歌好唱又好聽嘛哈，歌詞配熟心莫強，你可能歌詞哦臨時臨時先到一首歌冇同佢配熟來，快啲嚟嘅歌詞上了打下了就冇唱對咧嗬，一點以後就要注意啊哈。好，再嚟講人家嘅林義琴先生啊。也喺歌唱世界人家啲啦，因為啊山歌子嘅唱腔也千多，你像人面向吊高入面也係有啦，嚇咩冇？開始當然唱嘅時間，上我記得上次人上千亞啦，你啊就講亞啦嗬。但是今日來講，前兩期還做得講冇乜嘅問題，但是第三期開始，人嘅本質嘅音又出來了嚇。但是人講我冇相干，也就會代表人嘅心質嘛。也個性質，你本身的音質就特殊的呀，但是你能夠講，人個歌位能夠來完整，嚇同佢來創作，音來同佢作證，咁都冇乜問題啦，嗬，可能就一個獻愛了，一個愛詩啊，可能佢為佢愛詩屬於咩嘅音情高音，又就到社會，一到位就冇完全到位啦，嗬。以後你在高音的部分，自家就要注意啦，哈。好，也就係以上嘅兩位對基本上嘅建議，哈。好，謝謝老師。賴老師。裝水上是唔嘅措辭啊，嗬，唔錯嘅我唔可以講嘅啦，嗬。但係要注意啦，嘅團機啊，嗬，團來出差就冇乜意度好。將來舞台做乜咯？非時量，好，唔好將來了舞台啊。好，有這位，一兩嗬，應該嘛？將來舞台呀，非時量啊！將來舞台做乜嘅？非時量咩？冇將來樣啊！舞台非時量，但因為團機啊，團嚟看蠻好。佢係要乜嘅咯？要嘛用心唱啊，唔係線啊嚇，線合橋音啊嚇，用心唱也要注意啊嚇。所以講呢，一定要唱歌比賽呢，嗬，千張啦，睇一就平台度方呢，人哋可以用嘅，就個較進步，也係最重要嘅。見比數未必睇人唱歌嘅旅途當中呢，未必唔係唔好嘅事情，搞不好好嘅事情呢。你見我安尼話，唔知我分享到個哦，我還冇注意嘛個東西。所以呢，有時間嗬，
一帆风顺啊吼，找到位关关过关啊。有时间唔伫失败字面迄慢个法，安尼人啊吼一口鼻呢，所以嘛东西了，佢忙是冲唔冲，忙是冲熟的，所以呢佢会养成嘛喏，世界一只哈不可一世的嗰種安尼，所以人哋講熟未必熟哈，在唔過創嘅也泥土當中呢，可能對你就當好一隻嘅呢，所謂講講經過也好啦，講經驗啦，對，所以呢我記得嚟喺度比賽唔係嘛，突起嘛喏。比賽經驗，然後呢，好好嘅同一啲其他一啲選手一啲同欣賞樣嘅講，然後呢，然之個同啊，佢嗱譬如比賽選手呢，點樣嘅創，哦，偏偏按你花呢，我相信人哋進步啊，因為按原來，你所舒服來咪嗬，所以呢，我做，發點舒服，所以呢，我因為講，呀呢，也精神出得加獎，但是呢，幾比輸未必輸啊，哈，再加油。好，不是，講就一定輸嘅，放大器啊！好啦，先看下個分數啦，好啦。總水響嘅分數。要分數一代啊！千代。來，阿金哥來。誒，林義健嘅分數。容易呢，謝謝。哇，哦，係啊，專業好好練，哦，尤其你這個來拼啊咧，好嘛？加油，好，最大的動力哦。好，記得。哦，兩位搶專。你冇個看到人就睇㗎。唔會啦，係啊，天師帶我們做看，啊，對嘛？今晡日傳統組啊，體育組嘅 PK 賽已經結束啦，哈。啊，簽時淘汰朋友比較輕嘅哈，下一陣還有機會哦，哈。係啊，哈，安尼好唱歌嘅朋友哈，拜託大家來報名啊。報名專線0993883988，還有純正天花0227478231。好，等下你來報名，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因為呢，我們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安子識。什麼先生？什麼長先生？啊，辛苦了。什麼小天？謝謝。好，同時大家我們記得咯，下禮拜同一個時間的收看呢，鬧熱大擂台，鬧熱中下來，再見，拜拜。